重新排序，核心增長引擎在前，潛力增量在後。一、海外業務增長強勁。2025年前三季度境外收入佔總營收57.36%，同比增20.8%，單三季度增速達34.01%。二、海外佈局完善，覆蓋170個國家地區。德國、匈牙利工廠建設加速，歐洲本地化供應鏈成型。三、傳統機械板塊市佔率領先，鋁體吊、建築起重機械、攪拌站市佔率行業第一，大噸位產品供不應求。四、深度參與亞魯藏布江下游水電工程，提供定制化高海拔適配設備，設專項保障中心全程服務。五、新興產業多點突破，土方機械營收5年增8.6倍，礦山機械4年增8.91倍，高空作業機械4年翻番。六、新能源機械爆發，電動攪拌車銷量同比增170%，電動重型吊臂車投放市場，契合綠色政策導向。七、農業機械業務高增，2024年營收同比增122%，烘乾機市佔率第一，200馬力拖拉機躋身行業前三。八、礦山機械增長迅猛，百噸級礦挖市佔率第一，具備純電、運動、拖電成套方案，獲歐盟 E 認證。九、人形機器人佈局超前，擁有全斬自研能力，關鍵零部件自主研發，多款樣機進入工廠實操，2026年以批量銷售。十、受益烏克蘭戰後重建，匈牙利工廠生產的高空作業機械可精準對接當地基建設備需求。11、以色列戰後重建帶來工程機械增量需求，海外本地化產能可快速響應基建修復需求。12、中國內地房地產回暖，帶動工程機械需求回升，相關業務佔比約13%，受益行業企穩復甦。13、香港北部都會區建設推進，供應他機、電動吊臂車等設備，參與公屋及基建項目，業務穩步增長。14、農業機器人技術領先，果實採摘機器人識別準確率99.1%，無人收割機落地大田作業，獲政府補貼支持。15、研發實力雄厚，累計授權專利超1.29萬件，與吳恩達團隊合作 AI 研發，技術一架能力突出。16、具備超算中心算力支撐 ，GPU 算力達59P， 為機器人、大 I 等產業提供技術底座，獲地方政策扶持。17、已發行60億港股可轉大，資金投向研發與海外佈局，轉股溢價35%，彰顯增長信心。18、經營指標向好，2025年前三季度歸母淨利潤增24.89%，經營現金流增137.31%，盈利質量優異。業績影響加增長前景優先級排序，簡潔直觀。一、海外核心引擎，境外收入淨比57.36%，單季增速34.01%，覆蓋170國家，歐洲工廠加速落地。二、傳統機械龍頭，鋁帶吊、建築起重機械等市佔率第一，大噸位產品供不應求。三、超級工程加持，深度參與亞魯藏布江水電工程，定制化設備加專項保障。四、新興產業爆發，土方礦山高空作業機械營收數年翻倍，多點突破。五、新能源替代，電動攪拌車銷量增170%，電動吊臂車投放，契合綠色政策。六、農業機械高增，2024年營收增122%，烘乾機市佔率第一，拖拉機躋身前三。七、礦山機械領先，百噸級礦挖市佔率第一，純電運動方案獲歐盟認證。八、人形機器人佈局，全斬自研樣機落地工廠，2026年以批量銷售。九、戰後重建紅利，烏克蘭加以色列需求，歐洲本地化產能快速響應。十、地產回暖受益，相關業務佔比13%，行業企穩帶動需求回升。11、北部都會區參與供應他歸電動設備，助力公屋及基建。
12. 農業機器人賦能，採集識別準確率99.1%，獲政府補貼，落地大田作業。13. 研發實力硬核，專利超1.29萬件，與吳恩達團隊合作 AI 研發。14. 算力技術底座，超算中心59 pGPU 算力，支撐 AI 與機器人產業。15. 資金加碼佈局，已發60億港股擴轉大，投向研發加海外，轉股溢價35%。16. 經營質量優異，前三季淨利潤增24.89%，經營現金流增137.31%。需要我將呢短期走勢1到3個月趨勢判斷，震盪上行，短期上升趨勢明確，依託行業復甦與業績高增支撐。核心驅動 Q3 營收同比加24.88%，淨利同比加35.8%，海外收入增速達34.01%，量價共振強化上漲動能。招銀國際上調目標價至9.2港元，預期提振市場情緒。關鍵價位阻力位7.95港元，52週高位突破後上看9.2港元，支撐位7.5港元，只選參考7.2港元。2. 中期走勢6到12個月趨勢判斷，穩步走高，估值業績雙擊，行業上行週期疊加多元業務發力，增長彈性突出。核心驅動工程機械行業復甦週期持續至2029年，內外需共振，內銷受益設備更新，出口佔比超57%。新能源機械、礦山機械高增，人形機器人落地推進，新增量逐步釋放。60億港股可轉大募資加碼海外與研發，長期佈局落地見效。盈利與估值，機構預測2025到2026年歸母淨利同比增40%、25%，對應 PE 近1.7x， 估值處於低位，提升空間充足。3. 長期走勢1到3年趨勢判斷持續向好，成長空間廣闊，全球化加多元化戰略築牢增長根基。核心驅動海外本地化產能落地，歐洲工廠放量，一帶一路及戰後重建需求打開增量。礦山機械全球份額有望提升，機器人、AI 等新興業務突破，打開估值天花板。研發投入領先，專利超1.29萬件，技術壁壘支撐長期競爭力。CLEAR 機構觀點。招銀國際目標價9.2港元，重新買入，上調2025到2027年盈利預測15%。瑞銀目標價7.8港元，上調2025到2026年每股盈利增速至49%、27%，看好行業上行週期紅利。多家機構、招商、東吳等一致買入評級，預測2026年淨利超61億元，業績增長確定性高。財務風險，負息債務比例25.84%，短期長債能力弱，觸動比率1.15，存貨周轉1.59次每年及總資產周轉0.37次每年效率低，成長能力低於行業平均。2. 行業競爭風險，工程機械行業集中度高，與隨工、3一等同業在傳統機械及海外市場同質費競爭激烈，價格戰或遮壓利潤空間。3. 海外經營風險，海外收入佔比超57%，面臨多國複雜稅制、行政效率低、地緣政治波動等問題，且部分海外市場關稅政策存在不確定性。C. 新興業務不確定性，機器人業務仍處研發驗證階段，未明確量產時間表，短期難貢獻業績，且需直面國際巨頭技術與市場競爭。5. 下游需求波動風險，房地產、基建行業需求受宏觀經濟影響大，若行業復甦不及預期，將直接拖累傳統工程機械銷量。6. 政策合規風險，旗下子公司曾因未取得經營許可違規運營被罰，且業務發展受環保、產業政策調整影響，合規成本可能上升。7.
供應鏈風險，機器人、新能源機械等業務依賴核心零部件進口，供應鏈穩定性受全球供應格局變化、匯率波動影響較大。以上評論是個人搜集資料所得，非介紹股票投資及賣進賣出，投資者不要聽了而買入或沽出，風險需自己負責。